有冇發現有啲人點樣都 keep 住好心情？其實情緒穩定唔係天生嘅脾氣好，而係腦筋好清醒。以前我都係一句說話，見到人哋一個表情，已經影響咗自己一日嘅心情。但係後來發現，啲真係識做人、EQ 高嘅人，反而活得最輕鬆。佢哋唔係冇情緒，係識得將情緒用喺最低嘅地方。聰明嘅人明白，唔係所有人、所有事都值得你去嘥力嬲。低價值嘅人事唔值得用高價值嘅情緒去回應。高手從來唔係喺飯局度證明自己，脾氣唔大，係底線好清楚。溫和唔等於妥協，沉默唔代表懦弱，只係心入面早就諗清楚值唔值得出手。真正高級嘅性格其實唔係收出嚟，而係睇穿晒之後自己揀點樣反應。你又覺得點樣先至算 EQ 高？冇啲咩處世方法分享下俾大家？快啲 share 俾朋友，一齊學識輕鬆做人。管理健康，療癒心靈，歡迎私信迪安。